上一集结尾，秀莲亲眼目睹自己亲生女儿在赫拉宫被谋杀，而杀害雪雅的真正凶手仍没有浮出水面。晚上，秀莲回到家，发现自己的老公和千瑞珍之间的私情。躲在暗处的秀莲瘫坐在地上，一不小心发出了声音。秀莲的声音惊动了沙发上亲热的两个人。周会长立刻前往玄关查看，发现门被人开过。周会长一路追赶，就在他要发现秀莲时，秀莲躲进了电梯，躲过一劫后，秀莲猜测雪雅可能是撞破了周会长的奸情才被杀人灭口。而经过刚才的动静，千瑞珍已经没有兴致。周会长一再挽留，怀里的美人却坚持离开。周会长愤怒地砸向墙壁。千瑞珍回家后看到那枚宝石戒指，不由得想到了派对那晚的事情，心虚之下，她扔了戒指。随后抬头一看，夏医生不知何时出现在她的身后。瑞珍敷衍丈夫自己刚刚去练习室上课，夏医生想和瑞珍谈一谈雪雅的事情，不料瑞珍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打住丈夫这个话题。看着老婆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夏医生开始怀疑自己之前去练习室的时候，瑞珍并不在里面，为什么老婆要隐瞒自己？最近允熙总是梦到自己把雪雅推下长长的楼梯，不知为何允熙觉得这种杀人的感觉特别真实。第二天，周会长上班之前，秀莲特意为他准备一桌丰盛的早餐，贤妻良母的样子让人根本联想不到他和周会长之间的血海深仇。甚至周会长提起雪雅自杀，秀莲也是一副云淡风轻的口吻。车库里，珍妮妈妈和夏医生闲聊时，忍不住提及自己在派对那天看到夏医生在洗手间清理血迹。夏医生连忙解释自己洗的红酒酒渍，转过身却神色慌张起来。大人们开始神经兮兮，孩子们似乎也受到影响。首先是原本就脾气暴躁的西京，最近变得更加暴躁，连打球打不好都要把气撒在工作人员身上。再一个就是恩星，自从雪雅死后，恩星整个人都变得恍惚。几个人原本玩的还算尽兴，不料西京突然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掉进湖里。西勋费了一番力气才把妹妹救上来。西京猛然回头，发现湖中竟然浮现出雪雅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西京意外落水，加上天空中乌云密布，大家一下子没了打球的兴致。恩星被雷声刺激到，捂着耳朵不断念叨：“我们会受到惩罚。”心烦意乱的西京立刻回头制止恩星发神经，然而下一秒恩星一语成谶，他们坐的车被狂风吹翻，娇生惯养的小姐们倒在地上无助的哀嚎。这天，秀莲在雪雅的日记中发现，雪雅曾被赵议员带到美国，一对美籍韩裔夫妇收养了雪雅，并给她改名叫安娜里。看到这，秀莲开始疑惑，雪雅被弃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学校里，家长们讨论对雪雅的处理。在赫拉宫，夫人们异口同声把积极善良的雪雅抹黑成一个问题学生。允熙再也坐不住，她站出来为雪雅打抱不平。允熙的正义之言引起了夫人们的针对的同时，也引起了秀莲的注意。钱瑞珍单独找到允熙，对着她一顿冷嘲热讽，不料却从允熙口中得知，之前1个亿的和解金并不出自允熙。钱瑞珍找来李律师质问真相，在钱瑞珍的威逼下，李律师只能坦言是夏医生所为。得知自己老公帮助死对头对付自己，瑞珍心里一阵难过，但好面子的她依然警告李律师继续保密。这时李律师接到老妈打来的电话，原来老妈已经得知儿子弄丢了名表，一气之下，老妈决定扣了李律师的工资。当晚，李律师拉着夏医生去雪雅的住所寻找丢失的名表。早来一步的秀莲听到卧室外的动静，慌忙躲进衣柜，透过衣柜的缝隙观察两人一举一动。不料秀莲无意间踩到木棍，李律师连忙把手电筒照向衣柜，照出了一张惨白的脸。李律师和夏医生误以为撞到女鬼，吓得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而李律师那块没有找到的名表，被秀莲在雪雅的宠物狗白藤身上找到。秀莲一边祭奠女儿，一边计划着复仇。清晨，赫拉宫的夫人们看到女神像上那条写着“闵雪雅在赫拉宫被杀害了”的横幅，惊慌不已。更为离奇的是，大厅里的摄像头都被转了角度，显然是熟悉赫拉宫的住户所为。众目睽睽下，恩星忽然晕倒。恩星醒来后对钱瑞珍坦白，那天在机械室里听到闵雪雅说的考试黑幕。母亲走后，雪雅答应自己，只要自己放了她，她就把黑幕的文件交出来。没想到，等自己放了雪雅之后，雪雅踹倒自己逃走了。随后自己一路追赶雪雅，却失手把雪雅推下楼梯。看到倒在地上不动弹的雪雅，慌乱之下自己逃离了现场。
瑞珍听完后，强行给女儿灌输徐雅是在家里自杀的，并让女儿不要和任何人提及机械室的事情。然后扔下还在床上瑟瑟发抖的恩星，跑到电脑面前调出监控。监控画面显示，徐雅曾经潜入自己的办公室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拷贝走恩星的原版考试成绩。钱瑞珍气得直接砸碎电脑。秀莲找孤儿院院长追问徐雅被弃养的原因，从院长的回答中，秀莲发现了不对劲。院长竟然得知徐雅身亡的消息，院长无法自圆其说，便想赶走秀莲。秀莲气愤地离开，却没有注意到背后一直盯着自己的赵议员。露娜入学之后，珍妮和同学们开始针对她，没想到西京却主动要和露娜交朋友。在恩星提醒下，众人发现校园网上有人发了一篇文章，直指学雅是富二代们霸凌的受害者。眼看言论控制不住，钱瑞珍头疼不已。不料下属突然提及一句，允熙曾为了露娜入学多次找过自己。短短一瞬间，钱瑞珍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，既可以转移对孩子们不利的舆论，又可以铲除异己。晚上，周会长贿赂赵议员，帮忙掩盖这次的新闻。这时秀莲进来为两人送咖啡。趁着周会长接电话的时候，赵议员用秀莲和徐雅的关系威胁秀莲，他塞给秀莲一张名片，目的不言而喻。第二天，钱瑞珍召开了紧急家长会，实则是为了甩锅给允熙。明和妈妈担任起代理原告，李律师扮演辩护，珍妮妈妈带动氛围，钱瑞珍则像法官一样配合其他人控诉。这时，练习室的孩子们收到了允熙被审问的讯息。珍妮当着露娜的面讽刺允熙是一个杀人犯，露娜一气之下推倒珍妮，珍妮爬起不甘示弱，揪着露娜的头发打。露娜本想还手，却选择放弃，最终任由珍妮对自己拳打脚踢。家长会上，允熙坦言自己尾随过徐雅去她兼职的烤肉店，没想到富人们还把烤肉店老板喊来做伪证，证明允熙曾在烤肉店对着徐雅恶语相向。然而实际上，那天责骂徐雅的却是烤肉店老板。老板故意抱怨徐雅偷懒，徐雅向他讨要拖欠的工资，老板粗鲁地把徐雅推在地上。允熙冲上前维护徐雅，还主动把徐雅送回家。临别时，允熙拿出一些钱给徐雅应急，徐雅握着钱感动不已，这是他10几年以来感受到为数不多的温暖。允熙承认自己的确心存过一些不好的想法，但是看到徐雅孤苦无依，自己只是一心想帮助她。然而在场的众人执意把罪名安在允熙头上，最后举手表决时，除了秀莲以外，大家纷纷反对露娜入学。就在钱瑞珍下结论的时候，夏医生站出来证明派对当晚自己和允熙在一起。允熙这才回想起那晚自己喝醉后，本想找钱瑞珍算账，却被夏医生拦下。夏医生趁众人不注意，把允熙带到大厅，随后自己甩开夏医生，冲到钱瑞珍的练习室，拿着当年本该属于自己的奖杯乱打乱砸，双手因此受伤。夏医生也是在那时沾上了血迹。家长会结束后，钱瑞珍指责夏医生对允熙余情未了，还点破了丈夫悄悄替允熙付和解金的事情。夫妻俩在办公室内大动干戈，钱瑞珍告诉丈夫自己绝不会放过露娜母女。允熙回家后看到露娜脸上的伤口，心疼不已。露娜觉得，与其让那帮妇人为难自己母亲，还不如自己忍气吞声。这时电视里播放出赵议员和明星的绯闻，下一秒赵议员打来电话指责允熙出尔反尔。然而允熙也是丈二摸不着头脑，自己明明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赵议员的事情。为了消除误会，允熙急忙赶到赵议员家解释，却不想等他赶到时，赵议员已经在家中身亡。究竟是谁曝光了赵议员的绯闻，而赵议员又是如何在家中遇害？最后感谢观看，别忘了关注收藏，敬请期待下期精彩剧情。